Hello， 大家好，我係程式員 Kason 啊。今日咧，我將會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實用嘅知識，就係乜嘢係 BMR 同埋 TDEE 呢？同點樣用我哋嘅247 Dial Pro 嘅免費 TDEE 計算機，幫你快速咁樣計算基礎代謝率，幫你減脂成功啊！首先講下 BMR 同埋 TDEE 究竟係啲乜嘢？BMR 中文叫做基礎代謝率，就係你喺休息狀態之下維持生命所需嘅最低熱量。而 TDEE 呢，就係每日總消耗嘅熱量，包括工作、運動甚至係行路嘅消耗。簡單嚟講， BMR 就係基底，而 TDEE 就係將你平時所有嘅活動消耗嘅熱量加起嚟。如果你想減脂嘅話，就需要知道你每日攝取嘅熱量同你嘅 TDEE 之間嘅差距啦。而家我哋就實際操作一下247 Dial Pro 嘅免費 TDEE 計算機啊。首先打開我哋嘅網站，喺呢度呢，你就可以見到有一個免費嘅 TDEE 計算機啦。click 入去，輸入你嘅年齡、身高、體重同埋日常活動量，系統呢就會自動幫你去計算你嘅 BMR 同埋 TDEE 啦。而247 Dial Pro 功能呢，唔單止係會話俾你知你每日需要嘅熱量，仲會話俾你聽，如果你想減脂嘅話，每日應該控制幾多熱量，從而去幫你制定個人化嘅飲食計劃啊。今日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下247 Dial Pro 嘅免費 TDEE 計數機啦，了解自己嘅身體需要，制定更加有效嘅減脂計劃。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要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更多嘅健康飲食秘訣，下次就會分享俾你噶啦。我哋下次再傾過啦，拜拜。